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近日公布，国内总共新增加2个境外入台，一个本土感染个案，总共3个武汉肺炎确诊个案。其中一个本土感染个案，其系先前确诊者强下核的室友，基用是其伫居家隔离期间室友过敏、屁公塞塞、流鼻的症头，基用是并无进一步筛检。下后认真采检条件并用，经过卫生单位追查，将伫居家隔离结束过后来确诊。而长苗连休假期结束，接近9月1周礼拜，一段时间内，台湾并无出现伫连假期间去国泰景点留了确诊个案。也还没表示讲，长苗连休假期过后的防疫观察期已经结束了。指挥官陈时中讲，至少海外这个观察1周礼拜，也保卫民众海内外特别注意。武汉肺炎同步承认，中国感染确诊患者医院病房的空气样本，结果发现病毒的传播距离呈现有4公尺案件。美大部分民众最爱用卡酒，年年谈风景管理处以太少游客中心，每准备的天幕的唔事前同人客来整最爱。不过有医生认为，假使无好好消毒，恐怕会有车来车去的风险。美国今年测不到武汉肺炎死亡人数同确诊病例，第4位建议都係全世界最多的。啲中西部態度是疫情沒動力壞世界，勘察自主的共和黨人員，沙同組最高法院控告主總禁止宗教同宗教是非的命令違法。